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很开心能够在礼拜天的早晨与各位相见。这时，我们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献上我心，成
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诗篇100篇第4节这样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现在来到主的圣所，来大声的敬拜我们的神。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愿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生命。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崇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主，你是心是真神，你是心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崇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心。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绳索，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整个世界都在歌唱，全地赞美主生命歌唱，我心干枯的人在歌唱，整个世界都在歌唱，全地赞美主生命歌唱，我心干枯的人在歌唱，人
天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如此的美好，你满满的爱总是温暖着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奇妙作为。主啊，求你此时清洁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喜悦。我们要天天与你在一起，单单享受有你陪伴的美好时光。每天的生活有时会感到忙碌和压力，焦躁和不安。求主你赐下平安喜乐，把那无法取代的平安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唯有耶稣是我满足。只要有你牵着我们的手，我们就不害怕，不担忧，因为你就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我们的心要敞开，我们的口要歌唱，赞美主的圣名。不管今天是顺境或是遇到困难，我每天都要大声对你来赞美，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一直对我们这么好，一直爱着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所求。整个世界都在歌唱，人啊，全地赞美主生命歌唱，人啊，我心甘苦但仍在歌唱，人啊，人啊，人啊，整个世界都在歌唱，人啊，全地赞美主生命歌唱，人啊，我心甘苦但仍在歌唱，人啊，人啊，我要与你欢庆快乐，我的神啊，我要歌颂你的名，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爱何等奇妙，永远都不失败。你十架带下怜悯在我心，眼未曾见，耳未听见，人心也想不到。何等荣耀，何等荣美，我神，荣美的神，我爱你，荣美的神，我敬拜，荣美的神，我灵歌唱。你能力何等伟大，荣耀遍满全地，万物看见你大能的作为，你的尊贵何等荣美，触动我心歌唱，何等奇妙，何等荣耀，我神，荣美的神，我爱你，荣美的神，我敬拜，荣美的神，我灵歌唱。使我看见你的奇妙作为，你的爱掌权在我心，世上无人能比你荣美相比。使我看见你的奇妙作为，你的爱掌权在我心，在世上无人能与你荣美相比。我灵歌唱，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荣美的神。我灵歌唱，我灵歌唱，我灵
的神，我敬拜；柔美的神，我灵歌唱。柔美的神，我爱你；柔美的神，我敬拜；柔美的神，我灵歌唱。整个世界都在歌唱，人让全体赞美主，生命歌唱，人让我心感苦难人在歌唱，人让人领导，人让整个世界都在歌唱，人让全体赞美主，生命歌唱，人让我心甘苦难人在歌唱，人让人领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全世界都要歌唱，是因为你的造物何等的美好，你的恩典何等的大。我们众你所属的百姓来到你面前，同心歌唱，同心敬拜，要荣耀主你的名。我们也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享受到最大的恩典跟祝福。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神的恩膏祝福在我们当中，也透过你仆人的话语诗歌来见证神美奇妙的恩典。愿主圣灵在我们当中一起同工，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一个属神恩典的这个节日，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吴英俊宣教士，他要用诗歌来见证神的美好，也要一起用主的话语来见证神的恩典。我们请同工帮忙来这个脚架脚架。我们这个时候先请他做诗歌分享，我们等一下再做介绍我们来拍手欢迎吴宣教士来唱诗歌，来荣耀主，谢谢。麦克风。主啊，我心已坚定，我要用我的灵来赞美你。清晨的时刻亲近你，每日我要歌颂你。Oh God, my heart is steadfast. I'll sing and make music with all my soul. Awake, I praise you in the dawn.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I will praise you in the morning. 每日我要歌颂你。哈利路亚！再一个好不好？回应哈利路亚！萨拉马利贡，萨拉马利贡。哇，萨利来贡这样的好，我们第一堂我们的所有会友都非常的学习很快，而且当你领受之后，听到萨拉马利贡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应我的贡玛萨。嘿。听不懂马紧阿门就好。你看那文学牧师，我的学长多巧听不懂，但是用阿门来回应多有诚意啊！
是不是？哈利路亚！我们从早上7点多就才开始在这边排练的练习圣歌队8点，那直到9点开始的时候，哇，全场欢声雷动富强真的是强是吧？富足又强，这好像世界找不到第二个教会这么强。有没有第二个教会叫做富强？我跟你讲，好像没有。独一的所以今天恁好名好了足好的如同我的名字一样我名字叫做英俊等一下我们牧师会帮我介绍。是的，耶和华的灵每天都要新鲜的恩膏，新鲜的那一口气吹向你，好不好？萨拉马利贡，这是我们去到那个苏俄的时候，几年前，大概是不是10年，大概7、8年前，疫情前去到那个苏俄，然后呢，苏俄的宣教士派我们夫妇，我跟我师母2个又飞到很远的地方，中亚的一个达吉斯坦共和国，有没有到过？达吉斯坦那里当我落地的时候我用台语跟他请问有迄个因为我宣教士从台湾来的，从美国出发了，是台湾人。他们说这里没有台湾人，这里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东北华东的一个人，所以用这样华语跟他们沟通，他们就教我们说当你们来到这里，萨拉摩利贡是当你听到萨拉摩利贡的时候，就怎么样？已经把平安赐给听到的人。给领受的人，所以我们就每天萨拉摩利贡的时候，就主的给你的好心，就往你的朋友来输送了，好不好？萨拉摩利贡，你都阿门了你不知道讲下一句是什么要怎么接了你就微笑的阿门，这样就达成主的平安的一个交流咯，好简单。OK， 我不晓得。每天我们当你清晨时候，当你眼睛打开的时候，那一个刹那之间，那个 blink time， 那个 moment， 请问你的感觉怎么样？上班来不及了，是不是今天多睡这个5分钟了来不及了，就赶快正好背包就往学校冲，往你的办公室冲了，却忘记一个怎么样？主在你身上的那一个呼唤你起床，呼唤你怎么样醒来的那个灵正在让你说舒展然后左右对不对？腰有没有拉筋？有没有甩？当你开始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现在还活着我的手指还动动有没有？还是说反正起来就往上班的一个办公地点冲了，却思想却没有去少于思想说我今天能动，现在能动，今天的灵必在我身上，上帝的灵必在我身上怎么样动能起来，必定在我身上是有美好的一个带领，阿们，美好的一个带领，所以才会吹一口气。这口气吹向你，怎么样？使你再重新更新你的一个里面内在的灵。我第一首诗歌就很简单，我要用早安我的主来跟你们分享。好，来音乐音乐Volume is louder。清晨时刻，我灵已经苏醒了，向我的主来 say good morning。清晨时刻，我灵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清晨时刻，我灵苏醒，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向我的主感谢，将我的心情告诉你，得主看顾，将我的心愿交托你，得主赐福。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我的主，领的主同从，祷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你觉得早上起来要怎么样？第一个思想要怎么样？对嘛，跟我的主在 say 什么 Good morning 嘛，可不可以？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嘛，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歌唱。清晨时刻，我领受心，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清晨时刻，我领受心，向我的主说早安。黎明的光越照越明，向我的主感谢。将我的心情告诉你，得主看顾，将我的心愿交托你，得主赐福。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我的主，领你主同从，祷告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找我的主。早安，我的主，领你主同从，祷告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今天的每分每秒，今天每分每秒，今天在每个角落，快乐地迎接这每一天，奔向我神的道路。早安，我的主，领你主同从，祷告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找我的主。早安，我的主，领你主同从，祷告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祷告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祷告我的主，欢欢喜喜赞美你。哇，我写的这个曲子啊，每写一个曲子啊，我都要在我的工作室钢琴室里面静候，费了很多脑筋呢。结果来你们这边啊，富强教会啊，一下子破功了。为什么？你们马上会唱啊，对不对？我用1个月、2个月更久的时间，我来编曲，我来写曲，然后进入录音室，进入那个非常好的录音室，录得不好的话，唱得不好的话，配器不好的话，全部重来。
那么你们一次都把我唱出来了，对不对？正确答案，富足又什么强壮？哇哦，真的哈！我来这边哈，奇怪，我来这边动力怎么那么多呢？啊，哦，那呀，给干嘛来哈？真的哈，神的灵只要这口气，给我握住的哈，吹向我里面的时候，我里面就是变为怎么样强壮喽？前几天我。其实也不是前几天，上个月我回来哈，我先回来，我师母这个月才会回来，我们一起在中部的彰化长老教会丁乐教会最大的长老教会服侍台北中会这样。那我先过来跟你们见面，说我一个人要代表7个歌唱员，那个动力够不够？够哈，1个人动7个人啊这样好。不小心回来的时候，怎么在台北街头走路特别是拉行李的时候，觉得他的呼吸有一点不太顺畅。我去看门诊医生看我的一个病历他淡淡的一句话跟我说说什么？我说哎呀，我好像没有发烧。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就只有唯独气好像喘不过来。他看我的病历说：“先生，你的年纪到了，年纪已经到了。”哇！我一听说我什么年纪啊？才65，过65的2、3年而已。我迈向70，我还有青春的70岁。我的青春是放在70开始嘛，对不对，博士？70刚被冲了，才要这个被耶稣的灵这样建立起来的时候，淡淡的一句话使我点醒我，说：“哎呦，再不好好歌唱就对吧？3个字，来不及咯，来不及了，要追上帝给你的恩典你都这样有拿到，但是拿得不完全，对不对？”神给我们提供给我们的，真的是很丰足、非常富足的一个一种恩典的时候，所以我小时候我都很喜欢。现在是往回头在回味我儿童时期的你们现在开始在回味儿童时期的一个那个小学的年纪有没有？好，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有学过一首歌，这首诗歌呢，旋律很简单，哒滴滴滴滴哒哒，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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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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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滴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哧咚哧咚当哧咚哒咚哒哒咚。哎呀，你们都知道可见你们是有在小学的年纪进入到儿童歌唱的一个系统里面，有没有？有没有从小是在长老教会的这个儿童主日学非常乖乖的那个儿童主日学，受主日学老师的摸头，而且牧师摸头之后我跟你说，变成了很会唱歌。你们这里牧师有没有在给儿童摸头？祝福阮牧师就是这样摸我的头，然后呢，一股那个学习之气那个灵会小孩子会感动的。如今这个音乐旋律怎么样？超过几年？50年，超过半世纪。这个半世纪当中重新的怎么样？我到芝加哥音乐学院，在美国读神学，重新回想起说，50年前的旋律竟然是这么简单。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记载于圣经在圣经里面这样的这种诗歌在我的这么一个写作人的一个心灵里头是不断的涌现的时候，所以我写了这首诗歌来回应主对我的那个非常很真实的爱。我也要说既然耶稣爱我了。我也要说我爱耶稣，我们一起来用诗歌敬拜。
的生命在你手中，按你心想所造奇妙，生命路上令我前行，我的生命所造奇妙，献我一生，专心爱主，愿你心像高有满我，爱你更多，爱你更多，比往更深更深爱我主。我爱你，全心爱你，用虔诚向你祷告，倾心吐意，爱你更深，爱你更多，我愿意更爱我主。Oh, my life is in your hands, but to be your vessel. Long life journey, lead me forward. There is a great in me, rock of my life, love God. May your sending oil feeds me, lead me deeper, love you more, deeper every day, more of your God. Oh, I love you, oh, heartily, great sincerity, honesty, pour out my heart, love you deeper, love forevermore. I want to love you more. 我愿意更爱我主，我愿意更爱我主。这首诗歌，谢谢。这首诗歌也是表达我小小的我一棵树的我，愿意不断的向上面的主的一个这个空间，来表达说这棵树到现在迈向70的，我像不像70啊？我拿身份证给你看，你就像了，你就信了，你知道耶稣在你身上的时候，他的作为、他的动力，绝对是年轻化的。这一场礼拜，我这样一看，他说：“哎呦，刚才早安我的主的时候，你们这个唱的时候，全部的人几乎是全部的人都跟我一起你们的那个节奏比第一场的人好呢。”表示说第二场的年纪更什么年轻化，更加的有知性，有动感，可以吗？有动感吗？对，你有动感有没有？有啦，觉得好啊！耶稣的灵呢，燃动我心，已经烧动我的灵了，这样的。所以很感恩啊，很多我在音乐界的多年不见的，他们看到我说Buck。你还在歌唱还唱得这么旺
那不然要怎么唱？他说应该你的年纪应该是像老头子的样啊，那应该像花白啊。哦，我的头发有没有染过？没有。我应该比你年轻，我应该比你没有年长，是轻多了啊。因为只因为我赢你，为什么？因为我领受耶稣较多啊，耶稣的动能在我身上more and more getting 这个一个large getting more spacious that space， 更大的空间，宽广的空间，等我继续怎么向世界奔走。向世界奔走之路是赞美之路，不是我的演奏名望之路，这样的。阿门，阿门啊！天父给我很好的音乐大学、音乐学院芝加哥的。之后呢，要我走世界之路吗？对不起，世界之路那个纽约的舞台不是属于我的要服侍加冕给我生命的才是。我的主的一个命定。有一首诗歌是需要一定要经过众人这个赞美才有动能那个动能是来自于这个歌唱的一个这个圣歌队。虽然我们是唱台语，对不对？我们还是唱台语但是请各位尽量能够悟性开放，悟性好不好？我们PowerPoint 是用台语版的啦。OK 他多吟是这全然大家拢调唱歌大粒歌细粒歌了好，所以这我们把赞美时间交给你们。好了，我们一起来。亲像生命树啊，在你
你前进的客水边，就是的轨迹又安慰大去，一手所做拢已经现托。本周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第41章第18到20节。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洋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愿神赐福聆听并相信他话语的人。讲道，今天要由我们吴英俊宣教士来讲道，他讲道的题目是树的赞美。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哈，吴宣教士赞美大家，说大家马上就会唱了，其实是第一场我们偷学了。好感谢主，今天呢特别安排了这一个香柏树音乐的侍奉还有见证。牧师很高兴能够介绍吴宣教士。吴宣教士你看到他唱歌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年轻很多其实他是跟谢牧师一同入学的同学，当年他自己讲说已经快50年了。但是这个年纪并不能限制我们服侍神的心了吴宣教士他当年在神学院研读音乐，那谢牧师跟我是读神学不过他是后来音乐完成了，然后到美国才继续攻读神学，也包括在芝加哥音乐学院来学进一步的音乐，所以他不只是会唱会弹还会写，真的是神恩典的百姓他是出生在我们高雄的前进教会前进教会也是一间非常有历史很多人才在那边来造就出来的他到美国去前半段时间比较多是从事专业的音乐的工作，但是神呼召他不只是用音乐来分享，他能做宣教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们所谓的这个香柏树音乐事工他们到各地去传福音真的是不是说到什么大都市最繁华的地方，他们是到南美洲、到澳洲、到欧洲，包括他刚刚讲到了俄罗斯那边的一个附属的国家就是为了把福音传扬出去。有的地方是非常的偏僻的，有的是地方治安很不好的
那神给他们，还有包括他的团队呢，一起来用音乐来服侍主啊，所以他不止刚刚分享音乐，也一起啊，要用神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树的赞美。我们要先谢谢我们的圣歌队，他们第一堂就开始服侍了哈啊，他们最近很忙啊，上个礼拜音乐见证啊，这个观摩。啊，他们下午还有乐团要练习的哈，所以我们先给他们拍手热烈鼓掌，请他们先休息，你们先休息，好，请他们先退场，好，那我们就以下时间树的赞美，为什么树会赞美呢？我们就谢谢文彦基宣教士的用主的话来勉励，我们用拍手热烈掌声欢迎他来。我们谢谢牧泽，我的非常好的一个同学，也是学长哈，南省神学院的哈这个牧长。那这次回来，真的是得他的这个欢喜，因为他有将我们的事工介绍给我们的贵教会的一个长职来跟他们报告说有这么一个宣教事工哈，从美国外地回来，然后什么时间大概有。这个春季的时候会回到我们的台湾哈这个地方来谢谢贵教会的一个长职特别把5月第1周就安排香魔术过来赞美，你看我就很准时来报道了，准时的这棵树飞向台南的你们我这次也有机会到高雄，我的故乡是高雄前金教会的这么一个会友。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敬拜的心再一次向神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守候上帝的话，因为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导引，是有亮光，这个亮度足以让我们可以安稳的行走。我心仰望耶和华，我心开口向耶和华赞美，我心向高处至高的神来做欢呼，因为你对我们的好，我们都知道。愿你圣洁的膏油滴向我们，也滴向赞美的一个赞美团跟圣歌队，因为他们是用诗歌，用歌声极美妙极这个响亮的声音来欢呼耶和华的给我们的对我们的恩典。我们我心歌唱。以下的时间求你保守，靠耶稣名来祷告，阿们。阿们。这一趟路我回来就准备这么一个主题，因为这个主题是很适合我这棵树来做一个宣教的一个这么一个表白，跟这个证明说这棵树到现在上帝还在用虽然领了。敬老卡是3年前领的敬老卡，但是用了，每次我要这个刷那个在台北进出那个这个地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因为我还不是很老但是已经是够年龄了，所以每次叮一下20块变10块，对不对？20觉得嘿假老袂歹是不是？你们懂这句话吧？就是老了也什么样，被什么样优惠被什么样喝宽台，好的一个优惠的管待。但是这句话如果用在你们华语堂的这样一看过去通通都是大概是30、40岁之下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年轻人，你们会觉得哎呀，用那张卡。这个还不用啦，你们还不需要啦，是不是？还不需要了但是如果政府给我们对我们的好的，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就感恩的领去把那个叮一下这样所以我这次就是准备这个主题树的赞美，我先做一个survey， 树会歌唱，树会唱歌，树会迸出他们的一个歌唱的一个这个旋律的时候，你们会认为树会歌唱吗？会的人请举个手好吗？树会唱歌，树大部分举手上面也举起来，也同意了。
这个比例比那个台语堂的更高，台语堂是好像50而已，那现在是有70%。OK， 表示说龙笑脸的每一个人都是还在继续在行走赞美之路耶和华的灵给我们有赞美的一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当把握。好，所以我现在讲到可以了，因为我觉得赞美是我的本分，也是我的向往，也是我永远表达方式，爱回应爱栽培我的主的一种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怎么样？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啦，我也爱你。就简单呢不需要读很艰深的这个希腊文的一个神学，对不对？到后来牧会这些牧长牧的就是说，耶稣我爱你，有爱了，耶稣有同在了，与你同在，那个同在的灵就使你安稳保障了。这个就是永生的保障在你的一个居所里面。好，我们第一个来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有什么动物？牛。那为什么你会问说，为什么会用牛来做开头呢？讲到的一个开头呢？你会问说，徐教师你的那个从美国那边砍几架鼓，牵一只牛回来要这么介绍牛牛肉好吃啊？不，牛的旁边有一串字 ，GOTMILK， GOTMILK。多年前在美国电视有一个广告，一只牛跑过去，后面掉了一串字，都没有讲话，都没有旁白，都没有广告词。OK 牛，等一下再从左边出来，又掉了 GOTMILK。请问 GOTMILK 是什么 ？Got it？ 牛，你有喝了这个牛奶了没有？好，不管看电视的人是怎么样。就是你看了我的广告，你会被我影响，你会知道说原来这是牛奶的一个广告。每一次我回来，在台北街头，我都会赶快的定下来住宿点定下来之后，我就去什么走进711号，711号那边里面看有找到这一排了，711有拿到有买到我要的那个瑞插牌一喝，哎呀，满足我心那个味道之纯我讲喝起来真的是非常满足我意从美国就一直在说瑞插牌不错，零插饮也是非常可以去买来喝。是的。这个广告就是在提醒说，各位，你有没有在喝我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这个好的品牌可以营养满足你的灵，满足你的需求，满足你。好，我们再一次看这个。好，这是一个小孩子，请问他有一个什么？他是在做什么动作？敬拜赞美哇！你看图说故事马上就解破了，你有孙子吗？像这样的3岁，大概是还没有多可爱他的这个举手，他的按左手的贴心脏他不是跟人家赛跑说我跑第1名，我好累，我终于赢了一个什么赛跑的第1名。他在做某一个有深度的一个动作。有深度的，促使他非常自然的 reaction， 就是说一个回应，说我在做赞美啦，不要打扰我进入deeply meditation， 深度的冥想懂吗？有深度的冥想，你看他哇，这越看越像我自己3岁的时候黑黑的，对那个台语叫做欧丁贵啦，那黑黑的这个那甜美的讨人喜欢，真的只因为他在做一个内心里头，他说不定不是唱很大声的，但是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冥想，这样的。
好，我们今天来看从刚才的一个诗歌的一个赞美，那圣歌队他们特别留下来为华语堂做献唱，唱得好吗？哇哦，太棒了！他们好，我也跟着要好啊，对不对？我也跟着一棵树被栽在什么溪水旁。诗人不说一棵树把你栽在什么干枯的什么样荒漠当中。等一下我会讲话。是的，他们已经把写作的一个灵写作者的那个灵给讴歌出来了，与我同赞美，完全是同步的。非常感恩这一群赞美的弟兄这个姊妹们，他们把诗篇第一篇第1节到第3节，这边有说不做不从不战不做。我来念一下：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3个不，不不不，3不政策。3不生命的政策是耶和华的一个百姓所要遵循的，是耶和华给我们凡是敬拜上帝的人所要去活出3不生命的一个原则。这个3不不是限定，不是妨碍你的一个生命的发展，而是对生命的一种保障。限制跟保障差很多，领受差很多，所以不从不站不坐，特别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事实上与基督不谋的，不会处处为敌的人，敌基督人。这个人我从小我的父亲就跟我说敌基督人就是亵渎神，所以不要揽三千和耶和华的名。哇哦，非常很敬重的在教导小小的心灵，就知道说要敬仰耶和华，要非常专注而且诚恳的唯有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种人是昼夜一直在绞尽脑汁，一直在思想。像这种人上帝不会把你冷淡了。上帝说什么？变为有福啊！如此很简单，大家都明了。原来好处在第3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就是刚才的那个溪水边的一个生命树。挖苗秋修港，他会给你什么？有充足的水泉，有尽量足够满足你的一个需求，使你的叶子不枯干，凡事尽都做了就顺利。你去走了，他就护卫你，他就保护你。诗人在这里怎么样？开门见山的3不，这3不是对我们有好处。一棵树长大需要什么？水阳光，来空气。所以你看树要成为一个大树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去环顾一下，上帝给你有多少？上帝给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功能，生命的功能，给你环境，给你住点，给你用品，这些通通都是环境的一个好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提供。条件有了，接下来你就领受怎么样去按着他的一个训回一个 decrease 就是训言训言，然后去一步一步的遵循，活用出来。哇，活用出来。我一直从40岁那时候，我很想走演奏，钢琴演奏，但是上帝说你走演奏即使你去到那个纽约肯尼迪的一个演奏中心给你演奏一次，即使给你留下记录，但是你也不会高兴，你还会再继续这往上爬。当然是好的，但是那个是一个个人的 reputation 的一个performance 的 reputation。上帝说，你再去进修，你再去进入装备了，因为那个后来的装备会更加使你的环境以后要服侍更加的什么雄厚，更加的
那个大长球啊，大长啊！我身材长得好不好？也不高大啊。你说好，人家好是要好像歌利亚，据说是190还是2公尺。我们有特别研究歌利亚神学了，但是长得高有什么用？被一颗小石子就解决掉了，对不对？大卫没有长高啊，但是大卫所写作出来的2000年了，比巴哈还久。巴哈，我的英文名字叫巴，因为我父亲觉得我弹巴哈，我初中的时候弹巴哈，他说：“哎呀，很有样子啊，好好听，你干脆叫乌巴这样的。”所以我的教授也是叫做巴固请你上来带乐团 ，OK， 示范带乐团。每次听了之后，巴固我的心就会怎么紧张我会紧张因为我是一个这个年轻小伙子，20几岁、29岁，去到那边那边都是高手音乐学院都是高手真的环境压力，但是耶和华说我要使你安稳，你一步一步你上课晚的时候不要缺席，但是你回去我都会有时间陪你做作业。所以我的这个那个美国音乐哲学、音乐历史、西洋音乐历史，我都蛮不错的。我是什么小子？东方小子，去到那边的时候，竟然能够跟上脚步，这是生命的提供，那个是勇气之源勇气爱有好大生命的功能。那现在在这里以赛亚书41章的18节有说，在金光之处的高处，近光的高处开一条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干地变为涌泉。这个我字不是不是这个那个以赛亚的我，也不是读经的我字，乃是全能主的他，全能主的我字，代表上帝与你的所读的话语同在了，同为一体了。神可以使近光的高处，什么叫近光的高处？没有水泉、没有生命活动的一个地方，竟然会弄出一个水泉出来。如果你这一棵树，上帝把你栽在那个荒漠当中，你在那边歌唱1个礼拜、1个月、1年过去之后，还是你这一棵树，你会不会觉得孤单？一定的啦。一定会觉得我要唱我的树群，我的树的同伴，唱歌的赞美的同伴在哪里了？会有一种孤单感。但是神说，我要使那近光之处变为一个涌泉，有生命之地。上帝使你的一个生活条件已经是不错了，你如何去运用天父给你的身体，给你的灵能够粗壮，长得屹立不摇，这个是一个挑战。你怎么样去竭力追求，竭力来使用出可以抵挡大风大浪的一个挑战呢？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成为树的一个树，并不是自己随便乱长大的，而是有一个标杆，那个标杆是怎么样？成为一个赞美的一个神全能主的一个树。这个树你长的才有用你自己生长的没用。要为上帝所的回应天父的一个赞美的这个路程，他会体恤你的赞美，他会接纳你的讴歌的那个生命声音，成为上帝赞美上帝的树，且是巨大的树。这里19节，41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9章19节，我又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弟兄姐妹，这里有几棵树？算一算，6棵、7棵，其他的圣经地方还有很多棵，但是很集中的树种
在这个一个 verse， 好，在一个经节有7章7颗，你喜欢哪一颗？来，姊妹喜欢哪一颗？喜欢你喜欢煮吗？炒菜吗？炒菜去买橄榄油。对，就这样可以做橄榄汁、橄榄油、橄榄，对不对？炸橄榄油，橄榄油炒菜很香是不是？很香，这样啊。那有的弟兄说，哎呦，我不会选那个啦，我要选那个比较有那个可以直接吃的番石榴树，对不对？那有的人体格长得不错的松树，我是如松一样，我的生命常绿，知道吧？常青常松树这样的。不管你选择怎么样，我可以表明，我们传道人最喜欢是什么？香柏因为香柏是啥？好品质、好的材料 ，good quality of the lumber， 这个木材的品质是耶和华所特定的闻出那个香柏的香味，做什么用？建造上帝圣殿来用的，好吗？愿意吗？愿意啊！如果你的生命是属于那个坚固型的，那就是选的不错，而且要活用的不错。香柏树，不管你选的哪个种类，最后4个字安慰我的心，已经是非常的一个扎实了。我父亲是一个传道人，70、80年前是神学院毕业之后，在台南，我们台南地区一个3级这个长老教会非常古老的一个长老教会，在那边做这个传道，抚养的7个小孩，7个小孩当中，我是排老几？吊车尾的，我是排末，那个就是这个马拉健，最小的一个儿子，最小的孩子。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你现在那考试都考得不尽理想你到底有没有读书啊？英俊你到底有没有读书？我说有啊，阿爸，我真的有读书啊，每一次回来我做作业都有但是你为什么不会考像你的哥哥姐姐一样考这么不错的前3名呢？前3呢？我一听到前3呢，我说我如果有考前10就不错了，对不对？有几进一个班级，以前的一个班级大概40个人，对吧？赢过一半就不错了。有20名在中间不错，有跟他们一样嘛，你要努力一点。他的一个话语，我后来才知道说，传道人也会焦虑嘞，不是说交给上帝来养来教导了，他自己也要督促说，你跟得上吗？英句你不要吊车尾吊车尾就是吊卡尾，是不是？跟不上的人就是什么吊卡尾。哎呀，我才知道说，真的让父亲也有一点担忧了。但是有一次几年前我哥哥跟我说，你的宣道之路，你领受生命的一个主，那个路程很宽广。他知道我一直很从事音乐的创作，所有音乐创作都是每一次我要下笔，都是在读经完了之后，说下个动作，主我就是预备要有笔，有开始五线谱，在那边那一张纸，空白的纸，成为一个赞美音乐的你的灵的一个记录，灵的一个写作的一个记录。终于我写了很多管弦敬拜的一个诗歌。音乐厅，我们台湾现代音乐，我也写了很多，在台北这个音乐厅演奏。教授博士都演奏英俊的现代乐，我觉得很惊讶呢。我领受上帝给我的东西，暗中写作出版之后，变成怎么一种的人人可以去了解说，这个作曲家原来是信靠上帝的一个 composer， 是实行上帝瓦名的一个这个见证者。
是的，所以这个灵是安慰我的。上帝的灵使我这棵树不会落单，不会跟不上。你呢，也可以跟得上。我竟然是怎么样？可以哈，正好跟上，然后满足你的灵，可以吗？阿们。你的读书、你的工作能力、你的脚步不会使你落单，不是我保证的。上帝在他的一个训言里头，他的 decrees 都已经阐明了，上帝会给你成为一棵众人的，你跟众人合作的，一起群居的一个树 ，ensemble fortitude，ensemble 就是群体，而且是不屈不挠，越唱越神勇的一种神树的一个赞美神的一个树群，不会成为一个孤单 alone singing， 孤单又什么样？没有水泉，没有丰富的一个之地，你不会在那边被冷落了。阿们。哇，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正好我心坚定的时候，所以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主啊，我心已坚定，我要用我的灵来赞美你，是不是？一开始我要用我的灵来赞美你，这就是我的本命啊！我的本命区很简单，俄勒，直到我这口气被主收回去，可以吗？你呢？可以啊，可以来成为一个赞美的一个树，而且融入神的一个给你们富强教会的一个赞美的一个团体。第三个就是树的生命价值。当你有这样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入到所谓我心赞美耶和华，日夜昼夜思想都赞美他的灵的时候。41章20节，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这是耶和华的圣者所造的。你看多真实啊！这个是神的话语所来应允的。知道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要经过4个步骤。这4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是稳定你的心，好叫我这个人，好叫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名字，好叫我看见、知道了，进入思想了，转动，最后豁然开朗的一个接受神给你的一个安排，明白了，明白在你身上的一个所做的一个purpose， 所做的一个带领。所以弟兄姐妹很简单，我们要明白神的要怎么样跟进神的一个话语的时候，用一句这个诗歌一个诗歌来做我的一个结论。我们一起来朗读好吗？148篇9节到12节。好，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的香柏树，野兽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少年人和处女，都当赞美耶和华。你看他说都当赞美，都就是涵盖所有前面的各种身份、各种角色，还是各种空间、各种身份、各种类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已经是被包含在一个大山小山所有被造物的一个空间里面的一种活物。这个活物就是当赞美耶和华，同意吗？阿们，非常好。这个促使我呢每一次唱歌的动能就是非常用极这个响亮的一个声音转动，跟极这个直白的一个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我今天的树的赞美，希望你的赞美、你的敬拜、你的一个追求人生的一个 target 的前面的一个路程不会落单，可以吗？不要落单。富强教会很强，当你心灵有一点开始软弱的时候，赶快往什么样台南东门路3段几巷11巷里面巷子有一个富强教会，赶快跑过来祷告吧，快进来，这里有耶和华的一个圣者在
与你同在，为你祷告。很感动啦，所以我今天来非常感动也有非常感恩贵教会的牧长，2位牧长都是我非常学习的那个服侍的一个感动的学长还有长子团就强了，我讲恁教会取得太好了，我没办法在世界各地，还有没有富强？还没有富强，你们唯一的品牌，又富又强啊！对不对？富足的灵使你们身体强壮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看那个我们的诗歌的一个介绍诗歌福音这20年来的这个介绍。好我们影音同工给我们放送。我却不多长。好，感谢哇！有你们的掌声我觉得这20年来走的日子时间好快了，对不对？一下子就变老了，一下子也增加20岁的20年的一个经验啦。但是我总觉得今年不会比去年老，因为我的生命的那个 vitality， 生命的活力的那个活源头也够有啦，还有啦。对不对？再2年我就70了，2年多我就70了。那怎么会时间过得这么快啊？上帝就是快，但是你紧跟得非常紧，他知道我非常紧密的跟着他的一个脚踪来行。我这个头发绝对是原来的色，
没有因为要服侍而跑去染发的，我绝对是诚实的。上帝给我有活力是为他见证的名而来赞美的时候，就要如同好。然后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的这个跑了这么多国家，有到这个南美洲跟迪兰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都有各宗会的一个教会都有非常联系紧密的一个事工的一个连结也有机会去到这个非洲20年来去到非洲是最恐怖的。去到那边宣教完的时候，从北边的波斯瓦纳下来的时候，在高速公路被假的警察骗停车，然后呢就硬把我的车门打开之后就上来揍我们了一直被打我本来是坐在旁边可以溜出去，但是还好没有跳出去，因为我的同伴有说看见后车厢后面还有一个拿枪的，如果我跳了之后对，在路旁我奔走不到100公尺就被击毙了还好没有激怒他们，就是被揍几下了全车人哀哀叫了这样的我们的在那边宣教士眼睛也肿大我手也好像也被扭伤了这样的所以他们抢了我们好几万块的，不是美金是南非币还好他们驾驶有一个大陆的弟兄他说这一趟路从约翰尼斯堡开车往北走，他有一个预感一定会被抢，所以他的口袋大概有10个。他知道哪里抢的时候遇到抢，先把第一个里面的钞票往外撒，就这样调虎离山计他很聪明，都知道有预感一定会被揍了。这结果真的是遇到抢匪，所以其中有一张就是抢匪的一个我偷偷照他有看到我照的时候，你再照我就要杀你了这样的所以还是一样乖一点红推拔进，但是性命要保住了我才能保留好几年，直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刻这样的所以每次回来这个跟故乡的一个这个长老教会，我是长老教会了，很感恩栽培我从主学一直往上长的时候，这个种子我不忘为台湾的长老教会所有的信徒，还是台湾的土地住民，你们通通都是台湾的这个非常很享受的一个住民，来做安全平安的祷告因为我们从外面看进来台湾淡薄仔不一样我心灵就是有一个祷告的灵，天天为我们台湾来祷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赞美宣扬福音的一个本分。如果你有感动，我们很期待你的一个 support， 我们很期待你成为我们的一个宣教之友。在外面有那个粉红色的一个我们宣教 See the music of the 这个 music friends 宣教，你如果这个给我们支持如果可以的话，写你们 email， 每一次我们去到哪一个地区，我们会发 email 的时候，让你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在何方，要去哪一个地方做这个音乐来布道了这样的你们就是我的一个帮助愿上帝的灵加冕于你。好，我们我用一首诗歌来做一个结束，千万个祝福，我唱上半段就好了。OK， 好，请给我音乐。大地已经苏醒了，我要寻找我的良人，我的主耶稣。大地苏醒，我要寻找我良人。百花开放，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大地苏醒，我要寻找我耶稣。百花开放，你的爱情比这更美。
杀人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化作圣洁的馨香生命。杀人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化作圣洁的馨香生命，将我爱情献给你，佳美如香火所，献上我千万个的祝福。杀人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化作圣洁的馨香生命，将我爱情献给你，佳美如香火所，献上我千万个的祝福。我已将我领受的部分抛给你们了，愿你们的灵命赞美耶和华的灵日日增长，日日长高。好，音乐到这。好最后我们用一首很可爱的诗歌，Kim Chiu 的当可以，是不是？我插一句哈，我们的宣教士他要唱这首诗歌，就也是回应诗，我们可以一起唱，但是节省时间哦。现在就是他开始带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这一个中保代祷同工的差派礼，所以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请同工陆续到前面得到主的祝福哈所以这个时间交给宣教士，也请各位同工预备，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哈。我们坐着唱嘛哈，一唱就带点。好，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如春雨降临，来一起浇灌我的心，满足我的灵。耶稣的爱如圣灵的风，赐下福气，充满我心里。耶稣的爱如水女降临，耶稣的爱如春雨降临，浇灌我的心，满足我的灵。耶稣的爱如圣灵的风，赐下福气，充满我心里。我是耶稣的宝贝，我是耶稣的宝贝，他每天用恩典扶持我。我是耶稣的宝贝，他用慈悲温柔带领我。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我就有大恩典。他看我，主宝贝疼惜我，护我到荣耀，赐我新生命。我是主耶稣最爱宝贝，我是主耶稣最爱宝贝，我是主耶稣最爱宝贝。我们拍手，哈利路亚！是的，主的恩典，我们都是耶稣的宝贝。站在前面，我们这一群中保代祷的同工是第55期要来这边做差派。我们请同工把这个差派的祷告文抛上去。我们不只是在前面的，我们包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都一起同心祝福。因为祷告是不分地点的，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时间奉献给神在祷告室同心祷告，为国家、为社会、为教会，也为我们每一个有特别需求、有特别需要代祷的来做祷告。
神要透过这些代祷勇士所献出的祷告，愿神在宝座垂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这时候要请同工一起来接这个祷告词来做一个差派。当我念我的时候，你们就念自己的名字预备，我，一起，愿意接受上帝的赐福与差派，忠心委身于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我愿意遵守祷告的时间，参与祷告的责任与使命。有关代祷事中各样教会事工与个人代祷事项，我愿意向人都保密。愿上帝与我同在，并垂听我的。阿们。我们请在座的举起你祝福的手，牧师为他们祝福祷告。慈悲父神，感谢你第55期代祷勇士在这边做宣告，愿被神差遣成为祷告的勇士，在密室献上所有的祷告，愿神亲自垂听每一个在你面前所祷告呼求的。是的，主啊，我们因为软弱，我们因为不足，我们因为没有办法看见全部，所以我们就更要凑信心，将祷告摆在主面前。神啊，无论是每一位同工在早上、中午、晚上，在祷告室所做的祷告，愿神从天上的宝座垂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呼求，因为神要我们看见你是大能的主，愿你垂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祷告的声音，愿神的大能奇事、大能的成就在每一个祷告的当中。所以我们虽然微小，但是神看重每一个在主面前祷告的声音。神赐福每一位祷告者，当每一天每一次要从家或是从工作岗位来到教会的路程，回家的路程，求你都保守大家身心灵都平安。愿神让我们看见这个祷告的大能是神所应许的，我们的祷告就看见神奇妙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感恩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我们请向后转好不好？你们其他的第一排的上来，台上来，在牧师旁边第二排放到第二阶，第三阶你们是第三阶来上来，拍一张50几年的代祷勇士合照，第一排就站在下面了，第一排就站在下面，对，好，我们集中一点，我们一起看，来看前面，他们有拍一张大合照感谢主。好了吗？口罩拿下来。第一张，第二张，我们中保代祷站来比站来，好，拍手感谢主。好，请回座。接下来因为时间，我们的宣教师他内容太丰富了，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节目要把它进行到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牧师要先做报告，一边做奉献所以我们请执事上楼下，我们现在收奉献奉献当中，牧师做一个重要的报告分享报告。好，首先的报告是说，今天我们的中保代祷这一个差派呢，一共有111个，我们拍手鼓励一下110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礼拜有110小时是奉献给神的。每一个同工在祷告室一起为事工祷告这是很棒，因为我们说50周年希望能够有100个以上，我们有突破111了欢迎这个每一个同工一起在主面前服侍主我们也请同工帮我po那个牧师的报告的图片顺便在这个花絮了做一个介绍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再一起做奉献祷告。第一个照片呢是我们呢上个礼拜举行了圣歌队的一个观摩圣歌队的观摩，那感谢主，一共369个一起来这边参与这个服事这个照片呢是一个大合照，有没有？那我们一共有6队圣歌队还有2位音乐的指挥来做主讲来做教导
啊，我们感谢主，很多同工一起努力把它完成哈。那没关系，我们拿不出来，我们就直接来奉献了。来，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本月金句的背诵，记载在加拉太书第5章22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好，那我们下周的诗会是泽龙执事，那也是我们母亲节的感恩节的礼拜。那服侍的同工请参照我们的服侍表。肢体交通，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我们本日是举行香柏树音乐宣道事工诗歌见证会，也再次感谢吴英俊宣教士来到我们富强教会做诗歌美好的见证。第3点，我们下礼拜5月10号母亲节的感恩礼拜，也欢迎我们教会的每位母亲姐妹可以踊跃参加。那也是由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会来做服侍献诗。那另外我们在从今天开始，我们有母亲节的全家福的拍照，那一个是在我们敬拜中心的1楼，一个是在我们的微光咖啡。那请大家可以踊跃在那边拍我们的全家福。那也提醒大家，那个布置的一些背景等等我们尽量维持它的完整性。好，我们总共会在5月3号跟5月10号。那我们相关的相片我会在我们的 QR Code 这边。那另外我们在5月15号有一个重要第5点代祷团的消息，我们有一个邀请黄瑞成牧师，我们有一个培灵会，主题是爱家、爱教会、爱世界、爱主耶稣，在5月15号礼拜5晚上的8点。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的第5页，会有动态，就是我们本会的青年陈韵柔姐妹，就是恒毅弟兄跟雅玲老师的女儿，她的作品有获选在纽约考夫曼音乐中心莫金音乐厅做这样的一个演出求神持续看顾她的音乐创作之路，可以为主做更多美好的见证。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第9点，我们的登山宝训的书籍的推广，需要的请下我们的办公室，还有我们的奉献证明。那另外我们的爱心午餐，因为连假的关系，连续2周会暂停。那我们的心灵转角2个礼拜都会开放在第1堂。我们看一下我们50禧年的事工，在5月16号有一个重要的教会祷告事工的研讨会，目前踊跃报名当中，请所有的会友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这个重要的事工的研讨会。那另外我们的50禧年的纪念 T 恤，还有我们的参会报名，那也在这1-2周，请大家可以踊跃来做报名。那另外我们的第7页
有一个我们的重要的相关的关怀代祷的一个事项，也请大家持续为这些事工来做关心。那我们在第6页有一个门徒培育事工的相关的讯息，有包含我们的讲座、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研讨会相关的资讯，还有我们的哀伤陪伴的资讯，请大家可以参阅跟踊跃的支持报名跟代祷。接下来请牧师做补充说明。感谢主，今天呢，我们这一个礼拜也有2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是我们淑珍姐的好朋友的孩子，就是刘依晨还有刘宇炫2位，是不是？来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欢迎你们2位年轻的，哇，很年轻的女生哈，欢迎你们。好。今天中午没有爱心午餐呐，但是还有一个小小的节目要做结束哦哈。牧师先做一个简单介绍就可以。第一个那个照片有看出来吗？刚刚的照片。好，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圣歌队观摩会的时候所有的大合照。感谢主，大家同工一起服侍所有的圣歌队来到这边都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感受了哈。我们现在感谢主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圣歌队献诗的时候唱诗歌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有2位讲员，一位是李建一教授，另外是金希文教授，还有跟牧师，还有跟林清长老他们指挥他们家人合照哈。那第2个要介绍就是我们前天呢，我们的长执会长执同工一起到高雄前进教会，就是我们这个吴英俊宣教师他的故乡他的母会参加合照这个长执一起合照哈。那这是我们那一天的大合照，全部参加350个台南中会的长执一起去做操练哈。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小组我们自己的教会分组在分享的时候，大家很用心的分享大家的感受领受这个是新昌长老他在做分享。那这个是当天呢这做礼拜的时候，大家一种热情的敬拜举起手来祝福另外就是我们很感动的一刻，就是我们的荣泰长老呢被讲员呼召到台上去首先是当道具演员但是后来是为他做祝福而且还邀牧师去跟他拥抱我们给荣泰长老一个鼓励好吗？好，他得神的呼召服事子更有力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呢，还有下个礼拜有2个场景可以大家来拍合照，特别是你全家到的时候最好就是楼下的这个布景那这个是我们在微光咖啡所拍的，你们2边都可以去有的时候如果刚好我们的摄影人员那个交替不过来的时候，你们自己用手机也没关系，而且你的手机更熟悉，拍好的照片你就把它交给我们的教会又洗一张照片来做赠送欢迎大家那这个今天大家在听诗歌听见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楼上你们听到的声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有举手一下，摇手。原来你们在旁边有一个喇叭，新的喇叭就在牧师拍的这个照片这个喇叭教会这个不惜重本他就把它花下去了，就是为了让大家声音那个场景楼上楼下听得都很清楚所以以后在楼上就不会觉得听不清楚就感受到这个没办法聊明白我们讲的感谢主，也感谢大家同工的服侍最后牧师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就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等一下那个牧师我们大家唱完那个阿门颂的时候呢，要先做庆生。那庆生祝福之后呢，我们的吴宣教师要唱最后一首诗歌来做祝福，才做结束所以时间虽然稍微延一点，但是大家一起完整接受祝福了有2个小报告，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说登山宝训，这是最近这几个礼拜牧师要分享的主题。那我们上个礼拜我看到李珍姐还有我们的陈斌弟兄你们因为有先买了几本进来，所以你们可以去领
去办公室啊，其他不够的可能要再订哈啊，可以先拿书就对了哈。另外一个，我们教会有同工要举行壮游哦，你知道吗？我们的那个敬尧兄跟他的夫人准备要到西班牙、法国去走雅各之路，圣雅各之路。哇，那个是全世界很多基督徒想要走的那段路，如果全程要1-2个月，每一天走50公里或是30公里这样啊，他们要走其中的一段。5月5号，我们的敬尧兄他们就要出发了，我们要为他们祝福祷告。等一下结束再为他做祝福，我们也为他代祷啊。这一个壮游像他的女儿是摄影师电影的专家，所以要把他拍影片回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说我们没力走，但是跟着他们用影片来走是这样的报告。好，那其他的报告我们就请自己看，因为时间不够，我们要来做祝福之后做庆生，谢谢。颂荣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结束，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同，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领受祝福，领受恩典，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做默祷，准备要来庆生。这个时候呢，我们5月份的寿星要一起来祝福。那么巧，今天的讲员，我们的宣教士，他也是5月的寿星，所以要请他拿着麦克风，然后我们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他吹蜡烛，吹完蜡烛就要唱这首《遇见爱》来做祝福祷告祝福的诗歌。我们请5月份的寿星起来好吗？站起来好吗？好，5月寿星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祝福给你，祝你生日快。英文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先来吹蜡烛，好，我们请宣教士来吹蜡烛。1、2、3。实在太巧妙了，我的生日是515，这个就是下一周就来了没想到在夏牧师的教会富强，正好有这么一个场面感动。感谢主，感动。1、2、3，好，拍手。我们请宣教师来唱这首诗歌《遇见爱》。好，遇见爱，我用《遇见爱》这首诗歌非常有 powerful 的一个 inspiration song 来祝福你们有强壮的一个脚步，你们的脚步是茁壮的，是被神所来怎么样，在安排你们的未来的路径。OK， 好，3分钟就好了。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我难不是我与神来隔绝，不愿靠主一步一步前行。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我难不是我与神来隔绝，不愿靠主一步一步
前行。遇见所来，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好短好短，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生命要领受，要非常长非常长，还有很多路我们要去跟随我的主来呼召我们。OK， 好，我们一起来唱，好，大家都会唱。你创造了世界，也赐下这份礼物了。你创造世界，赐下这礼物，我深知就是主耶稣的爱。患难不是我与神爱隔绝，我愿靠主他传下去，一步前行。遇见主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来，长老，来遇见主的爱，让对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徒保罗，他怎么样改变了他的生命？很简单，就被那一道光照了之后就有得着了。阿门。那一道光是什么？又强又富有生命的一个使命。阿门。从此翻转了。OK， 好，我们一起来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最后一段。遇见所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再次说，遇见主爱，重燃我希望之火。我渴望常遇见主的爱，点亮我眼睛，引导我人生，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使我眼目常遇见主的爱。今天早上的聚会好短好短，但是我的祝福，我领受的祝福，你们都有了。分享丢给你们了，你们就照着耶稣基督的一个领受，欢欢喜喜带着禾捆走出教会，继续行使耶稣给你们的使命。阿们。好，拍手，谢谢，谢谢吴先教士。牧师做一个邀请如果大家喜欢吴先教士他的诗歌。有的是歌词，有的是内容。我们在外面的桌子上有 CD， 也有歌谱大家可以藉由这一个购买，给这个音乐来祝福。当然，你如果有奉献，你可以用这个奉献袋为他们做奉献，教会也为他们做奉献如果你有奉献，其实也可以放在教会的周报，我们可以做报告，等于是一个登录这样子。好，大家平安，好，大家休息了好，平安，慢走。